歐洲熱流發為24是法國這80年來上熱的一天。法國北部高溫是引發斷電，也那佇咧英國倫敦高溫嘛將近39度，有上千間學校來停課，鐵路嘛斷電。專家指出，這歐洲熱流主要是因為小怪效應、都市熱島，也閣有人為所造成的氣候暖化。對頂懸甲看落，法國巴黎熱翕翕，親像一個大烘爐。根據國家氣象局的統計，6月20日法國全國平均的氣溫來到攝氏30度，是1947年有記錄以來上熱的一天。部分地區超過43度。法國96個省已經有72個省發布高溫紅色預警，等於全國6700萬人內底有4400萬人是佇紅色高溫的範圍以內。Évidemment, on ne sait pas comment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vont pouvoir supporter plus de chaleur. Si c'est la journée si c'est l'été le plus frais des 10 prochaines années, c'est inquiétant. 法國西北部因為極端高溫，造成超過68000戶家庭大範圍失電，店頭無法度營業 ，ATM 嘛領袂到錢。佇法國，過去裝冷氣常常互人看做是無必要的美國式的虛華的享受，危害環境，佮破壞歷史建築。也毋過愈來愈懸的氣溫已經開始改變法國人的觀念。C'est compliqué. Il y a des chambres qui fait plus de 30 degrés la nuit, la journée en continu. Donc c'est pas facile de gérer ces situations. 若是法國，英國6月24也發布紅色高溫警戒。英國南部打破半世紀以來6月高溫的記錄，倫敦也要到攝氏39度。幼兒園老師下課的時替囡仔抓水退涼，毋過嘛有超過1000間學校停課。飼雞的人煩惱高溫，互雞仔大量死亡。歐洲這波熱流上主要就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熱空氣漲北造成的，也閣有全球暖化甲都市熱島效應等等的因素所致。專家也閣再強調，氣候暖化已經是公認的事實。We do know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that what is happening is caused by increased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And in fact, scientists predicted this. What we're seeing now is the scientific predictions coming true. 受到這波極端高溫影響的歐洲國家，也閣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瑞士、甲波蘭等等。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地標元素球塔，因為 stainless 的結構在高溫之下真夠食燒氣，所以已經提早關門。法新社統計，歐洲總人口超過2/3，差不多3億5千萬人，當咧面臨攝氏30度以上的高溫。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